大家好，呢個係明報知識寶庫，係我增廣見聞、學習嘅一個好地方嚟㗎。大家睇下，呢棵就係我親手種嘅植物啦。佢係我用呢個寶庫嘅積分嚟種嘅，係咪好靚呢？梗係啦，我日日都上嚟玩㗎嘛。老師話我棵植物係最健康嘅，所以會有隻雀仔喺度唱歌。首先，時事3分鐘。呢度可以睇下每日嘅時事新聞。喺呢度嘅新聞係每日更新嘅，我就係喺呢度留意香港每日發生嘅大小事，而系統會自動調校新聞嘅深淺程度嚟就返我嘅理解同埋認知能力。報章內容可以用右邊嘅掣嚟調整字體大細，連側邊張圖都可以放大縮細，真係好方便㗎。報道下邊有時會有幾個問題，我就係透過呢啲練習去知道自己對文章有幾咁明白同埋了解。答啱咗問題之後就會有分數拎夠分，就可以令到啲植物更加健康咁長大。我仲可以發表我對文章嘅意見添，同同學仔分享，互相討論，就係咁我識到其他班唔同嘅同學仔。因為佢哋每日都同我一樣睇同一篇報章啊嘛。唔講你唔知添啊，原來分享可以累積分數嘅。老師仲試過因為我嘅見解獨到而額外加分俾我添。喺呢度仲唔止淨係得新聞㗎，仲有好多嘢睇添。例如每周影片裏面嘅中英見面冊。文章既緊貼生活知識，我又可以學習英文，吸收英文詞彙。聽讀教室裏面嘅作者專欄，喺呢度有唔同作者所寫嘅小故事，除咗睇之外，仲可以聽添。唔單止咁添，仲有一日一常識。好似尊子漫畫、日學一詞等等，有得睇，有得聽，有得講，仲有得玩，真係一舉多得㗎。每次我喺度玩完之後，都會睇下閱讀記錄，可以知道今日睇咗啲咩新聞，做過啲咩練習，而且仲可以睇返之前嘅成績同埋獎項。喺度仲可以留意埋自己嘅植物嘅健康情況。因為佢哋真係好需要我哋嘅照顧，所以真係要日日登入明報知識寶庫㗎。